撸猫，一次一个小鱼干儿。哎，干啥呀？真是这学生一届不如一届，你撸猫的人不少。哎，一条小鱼干火腿肠都不给。那人来玩啊！你啊啥？你来玩来，这不你买的吗？来玩，不是那我给你买的，让你玩的吗？你瞅瞅你买这玩意儿的，狗都不玩，我咋感觉你骂我呢？来，你们帮我看一下啊，就我家这猫它啥情况呢？根本养不熟，就是我只要一指它，哎，那就要给我干仗呢，就这死出，看着吗？就不能指它，一指它就来，你看，就这样。你说这猫还能养熟不？来，听我口令啊，预备跑！呀，我差点忘了我会飞！今天第一我必须拿到！不行，他作弊，咱们是赛跑呢，不是赛飞！你